我们在那个修信八颂里面的第一句里面，就是把所有的众生当作如意宝。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发现，菩提心是如意宝，对不对？所有的我们就是供养、布施啊、点灯、绕塔啊、修法、念咒啊、诵经，什么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在内心当中升起此菩提心如意宝，对不对？对。所以呢，能够升起此菩提心如意宝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一切众生。所以呢，就修信八颂当中所讲的一切众生，可以要当作如意宝，那这两个就是相合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这两个的那个关系是什么？没有一切众生，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可以获得菩提心的任何机会，因为我们没有要发菩提心的对境。没有发菩提心的对境的话，就像我们就相当就是在书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武器，就是一个枪，它就是射出的对境要有一个对境嘛，一个八字也好，一个东西没有的话，你射出去就空中那个枪好不好都不知道嘛。所以这样的，我们发菩提心要有对境，对境是什么？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个地方，我要现在提醒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在进入修持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自己的身边最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你内心里面没有办法为自己最近的人跟最狠的人这两个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对于你来说的已经没有一切众生了。一切众生就是相当就是一捆木棍一样的，相当就是筷子那么就是一捆筷子用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那就是它就可以在手上拿着或者什么它都不会掉嘛，对不对？比如说100个筷子或者是20个筷子都可以用一个绳子绑起来，绑得紧紧的，那就是20个就是20个一捆筷子。但从这个里面抽一根出来的话，那其他都会一样的散了，对吧？那绳子绑得紧紧的，20个就20个，100个就100个那么就是我们100个人的筷子全部都用一个绳子绑得紧紧的100双筷子嘛，对不对？但是绑得紧紧的一个都先不抽的情况下，它绑得紧紧的永远都不会掉，但是中间抽一个丢掉，那这个就散了嘛，对不对？就像这样，一切众生是所有一切众生，但是今天在地狱中的众生不会让你去烦恼，你也不会放弃他。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也可以内心里面可以发慈悲心，地狱中的这些众生特别特别可怜。那么恶鬼道的众生也是同样的，你看不到，没有办法跟你直接的这种接触的情况下，但是人类众生当中的就有很多引起你对他的一些嫉妒心的人，引起你对他的一些嗔恨心的人引起你让你引起一些那个对他产生一些竞争心的这些众生是非常的可怕的。可怕什么呢？因为他的原因呢，就直接夺走了你的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的最珍贵的这个机会，所以非常可怕，对不对？所以从自己的家人开始要发菩提心，从自己的这个同事开始发菩提心，从自己的敌人、同学等等这些，那亲人跟敌人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是没有这个亲人跟敌人的情况下，那没有一切众生了。你就像我的敌人这个人最讨厌了，所以我就先不要为他发菩提心。其他的众生，所有的众生这样想的话，那就没有所有的众生。所以很简单，从这里我们就是学到了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对。修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目前我们所修的一切都是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为了什么？为了能够成长菩提心。所以我们继续要不要修？当然要修。我们要念诵什么咒语也好，诵经啊，那么这个供养、布施、放生、点灯等等，所有草圣等等，所有我们今生当中能够做的一切功德都要做。为了什么？为了要升起菩提心，为了我们要变成菩萨，对不对？对。啊，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不要放弃为敌人发菩提心，不要放弃为亲人发菩提心，所以就没有相对性的一个永恒性的一个敌人跟亲人。亲人有的时候也马上会变成敌人，那么敌人就慢慢也会变成亲人的，都有。所以呢，就是两个家庭里面，就是本身过去呢，就是有那种怎么说呢，那个杀父之初的那些，后来呢，就是自生儿女的时候呢，就变成一家人的，这种故事是多了去了的。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也是会看到这些很多这种事情。那就更不用讲的生生世世当中，今生跟来世啊，什么就是过去世啊，这些根本不用讲，这一世当中都可以看到很多次这种，所以就没有永恒性的敌人，也没有永恒性的亲人，所以就为一切众生都是把它放为一个平等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贯修，这才是最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中